虽然这群50、60岁有丰富社会经历、已经退休的学员，不过许多手机操作都还算是初学，容易误触广告、转传消息的族群。所以台南社区大学资讯传播学程特别选定手机摄影班来进行媒体识读的课作分享，让大家认识假新闻就是以耸动标题吸引目光，希望达成商业、政治和煽动情绪等目的。好比现在大家都重视养生，所以就借着假养生的新闻来吸引点阅，结果是无形中看了一大堆广告，甚至遭网络诈骗窃取个资。我们结合了讲座跟就是这种资传小剧场的概念呢，让一般的课程呢，就是强制一定要加入这种媒体识读的课程，是因为我们发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一点就是说，很多的学员他们学会摄影之后呢，他们不太了解说，我什么东西能拍，什么东西不能拍，法规面的问题就会遇到问题。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呢，他们在操纵这些媒介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是属于中高年龄层，大概就是40尾，然后60左右这群人他们是刚接触这些电子产品，那他们可能会不小心误触到一些病毒也好，或者是被广告媒体诈骗也好，所以呢，我们才想说，在社大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初阶班课程，就是属于他们是第一次来上这种手机数位相关课程的学员呢，我们会安排一次的这种媒体识读的课程，那大概一次都是30到40分钟，那就是为了让一般的民众可以理解是说，原来现在媒体识读那些广告啊、诈骗啊，它是怎么找到你的，这些东西其实都不简单这样。课程中可以看到每一位学员都相当认真，了解如何分辨假新闻，甚至学员还推荐大家加入美育仪的新闻族群，认为分辨能力更强，学习善尽查证的功夫。老师给我们很多讯息跟网络上的一些资讯，那所以我慢慢的知道说网络要怎么去如何去辨别一些真假的新闻这样子，然后对我的帮助还蛮大的，因为我觉得假新闻会造成生活上的恐慌，然后对自己的身心可能都不是很 OK， 所以来上这个课我还蛮开心的，获得很多知识。像我昨天看到一个在那样的消息，就是说97%的化疗，癌症的化疗是无效的。我认为这个新闻非常可怕，因为化疗现在在癌症里面是主流的思想。你把这个传出去，如果不懂的人就认为说，化疗一定无效，化疗就认为一定无效，这样可能害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我认为这种新闻，不能一定要考证。手机假新闻这个最近非常猖獗，但是因为我觉得参加社区大学以后，实在是对我们帮助很大，尤其在假新闻方面的分辨，还有它的本质在哪里，还有它的目的。另外，让我们认识一些最近让我们时常充满在这一种健康啊、政治啊，还有这一个假广告这方面能够让我们非常清晰的了解到如何去分辨，然后做及时的动作，不必要的这个传送、转送，那个都让我们知道应该要 stop。原本手机摄影这堂课也是希望透过手机拍摄多观察生活，培养大家专业构图技巧。除此之外，也教大家赖拍贴，设计专属于自己的创意贴图，也让学员都收获满满。手机摄影拍，不觉假新闻。台南新闻郭恩吉、郭博义台南报道。